湾俗语摕来谈，心识滋味是有内涵。欢迎收看《报道歌丁》，我是林显元。台湾俗语是咱祖先伫这个土地的生活体验所产生的智慧。报道歌丁就要用俗语带乡亲，咱做伙来去看咱台湾人的故事甲文化。有一句话伫咧讲哦，三更散，四更富，五更就起大厝。这是咧讲啥物啊？这是咧讲吼，有真侪人吼，因为恶金雄雄煞变好野人啦。当然啦，嘛有人咧讲哦，你唔通笑我散哦，迄炮仔声若弹吼，才会知。这意思是讲啥？是讲唔通看我无目地。那等有一天吼，我就恶着金你就知啦。其实啦，咱台湾自这个西方大航海时代开始吼，就是这个传说中的黄金岛之一。日本时代日本人吼，伫咱的九份啦、金瓜石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成为了当时迄个日本帝国下第一大的这个产金区。但是即马现主时这个乌金啦、采矿虽然讲已经拢变作是历史但是遐个留落来的矿业文化。悠远也是留存伫咱在地人的心目中，所以咱即摆先来看一段VCR，再来斗阵来开讲着关于咱台湾黄金岛的故事哦。用骹来回应不离食手，80多岁的夏国雄是金瓜石最后一代的矿工，自细汉大汉金缘分结真深。天咧会走会较落来，刷，这摇袂行，这就是金啊，那是真正大地理。最近到地区伫咧基隆火山群，岩石当中有金、银、铜等等的重要金属。自清朝时期开始，都是台湾上重要的金矿产地。1933年，日本矿业株式会社收购金瓜石矿区大量精神设备。伫外海的水南洞起新式铺设矿场了后，金瓜石嘛进入采矿的全盛期，也创下年产达2.6吨的纪录，被讲是亚洲第一贵金属矿山，嘛带动金瓜石的繁荣甲发展。每天早上上班去出土，到11点伊就开始风来，咱就准备爱种空上尾迄条就是爱下迄落引火点到伊即马去厝就走要爆炸人爱走点火就爱走啦。你若走过一个弯头就要紧，你若直直落走足远去。对金瓜石矿业结束，夏国雄的矿工生涯嘛告一段落。这大家拢一定知影讲咱这个金瓜石是咧产黄金但是呢，住伫这个金矿顶悬是啥物款的感觉我以早做戏的时阵常常有讲到一句台词，若要嫁翁爱嫁互迄个金矿山的人所以讲这个金矿是真互咱有一个向往的所在。但是我相信有真侪人应该是拢毋捌体会过这个经验所以讲咱今日真难得嘛，真罕的会当去邀请到当年曾经捌见证过参与到咱这个水南洞的冶炼厂的这个金瓜石13站的遗址的这个时代这位今年已经94岁的张国勇先生。大家好。另外一位呢，就是这个矿工的家庭出世而且嘛是即马金瓜石文化馆的发起人之一的吴兆谈先生。大家好，大家好。我若是食到94岁，还阿公你这么健康我就感觉讲真感恩这是对大家的福气。无啦，是安尼。阿公少年的时阵呢，这是你几岁的时阵啊？迄阵是17岁。17岁拢台湾人吗？头前咧是日本人。头前这日本人。后壁是台湾人。金瓜石咱的社区，有分做几款呢？有做过3款。3款。一款是行政区，是，就是高级职员的社区。迄小所有啥麻烦呢？派出所、邮便局、事务所，搁再辅导场、俱乐部。俱乐部就是电影院，咱日本人我都俱乐部。是。第二种金瓜石有3间的俱乐部。
金瓜石啊2间，这个讲啊1间。是第二就是个接完的宿舍社区，哦，宿舍迄有啥物玩？迄是接完宿社区。啊，过这个社区内底有啥呢？有些真正的日本人的开的杂货店，当1间尔，金瓜石啊当1间尔，叫做阿道山。嘿，嘿，是啊，搁再第三就是咱这个矿工，台湾人矿工社区。阿公头拄仔讲的，这差不多有8到10年的时间啊。啊，来到遮吼，差不多是4、50年前。啊，这中间你有感觉讲你看到迄个形是啥物形啊？我的迄个成长的年代吼，我拄离差不多，咱讲迄个金瓜石钓金啊的过程当中，都有第2届的大钓金，是差不多伫民国50年到60年内底，伊有钓一届金。我拄离迄个时阵出世，是民国60年的时阵，我囡仔，我就对金瓜石迄个，敢若真欢迎的迄个形，我阁记咧我的头壳内底。算讲目睭天开，就是拢金仔就对啊，迄个意思。是知影讲，阮老爸逐工就是讲乌金啊，乌金啊，乌金啊，嘿，讲有金有钓金啊，有种新鲜的咧，拢全金啊。咱即摆按迄个车头讲起，咱即摆车头逐工吼，若要去坐车吼，是拢爱排队客满，啊，其实拢爱较早的，因为逐工伊个车头有迄个台北金瓜石直达车。是。啊，嘛有去家人，嘛有去随风的，啊，就车头就全客满。咱遐阮外口阁一个迄个，阮遐的菜市啊，是。啊，你若经过菜市啊吼，迄2边拢是担，啊，咱人啊，你行的时阵吼，拢差不多小闪身。是吼，拢全人。嘿，我的印象，我差不多去国学未读国学的时阵，差不多6、7岁的时阵是这个情形。过来咱讲电影，是。电影戏院就是讲，伊每一个一礼拜才有2天会放电影。是。啊，公司放电影一般拢是算讲有一个福利的制度。是。啊，阮一般囡仔爱看，爱看拢较大人去看电影。啊，看电影的时阵是较早去，啊，拢爱小排队者，因为买票都爱排队啊。啊，即摆大家拢抢位，位就是讲家己坐迄个选好位。啊，你即摆拢较早去，啊，即摆拢会挤。啊，那电影戏台门下口就全人啊，吼，啊客满满，这是我。印象足深的，是吼，所以讲就是闹热啦、繁华啦，吼，这就是你细汉的时阵对金瓜石这个所在的印象啦，吼。当然，这个故事是讲袂透、讲袂完啊，啊嘛真会当讲吼，所以讲吼，咱时间先来休喘一下，然后吼再继续转来谈。报道高阿丁，内容足丰富，有地理、有历史，嘛有人文甲故事。咱若是知愈济，捌愈深，对咱台湾就会。历经上百年的开采，金瓜石的矿产哪来哪少。1987年，台金公司关起来，伫水南洞的13层选炼场嘛停止运转。30多年过去啊，建筑豆豆啊崩败，但是这个挖山所起的雄伟建筑，风采悠远伫咧，嘛变成水金角地区真特殊的地景。今年10月，点光13层的活动，互13层的暗暝再度光映映。13层的故事嘛再度互人想起。伫水南洞经营咖啡馆，伫金瓜石出世的款哥，讲出伊对13层的感受。其实大家足介意这个所在，就是因为伊经过遐尔啊侪时间，吼。变成安尼这个样子，所以讲大家感觉有时代感嘛、时间感啊，所以讲就大家爱留物件。我感觉就敢若讲哦，我小点一下安尼尔，啊，真水，嘿，我是感觉真水，袂歹。有真侪游客因为点灯活动来到遮。哦，真水哈！
很漂亮。传来因看着拢足欢喜的。旧的东西是非常有感觉的，总是觉得说这些都是历史，那跟我们都息息相关。我们会看到它，就回想到过去台湾也曾辉煌的时代，在矿采的那段时间。我就直要讲啊，以前我做戏的时阵啊，拢讲吼，迄做小段、做苦段的人，迄角色叫嚣吼，拢话讲啊，你未来吼，若是嫁着一个金矿山的人吼，啊，你就一世人好业，你就免一食清都拢免烦恼。到尾吼，我有影的现场吼，咱即摆搁加来一位，这位就是有影有嫁予一个金矿山的这位吼，咱的这个吴先生的夫人啦吼，汪嘉兰老师。大家好。有影啦，其实吼，这嘛是因为金龟石这个所在吼，嘛是因为这间公司吼，啊有一个遗址啦吼，就遗址啦吼，或者讲到或者是或者最南东啊的这炼厂对吧？应该是安尼讲吼。啊，咱即马拢甲号做13站啦。这唔是13站，是18站。18站。13站的由来呢，是这个1903年。九份啊，丁殿组是伫今仔日去一间真正的13站。以了后，好比讲，牡丹坑去这个，唔知几站，唔知伊嘛讲13站。是。这个新山。这个新山。去一间是后三煤矿的这个，这才几关。那照四百顶就4、5站了咧，伊嘛讲13站啦。对啊。对啊。啊，到底是？有几站？18站。18站。这两张相片看起来都差别真大吼。啊，这是钢铁时阵。啊，未贴起来，这已经贴起来。哦。这个贴起来无厝要顶啥？煞变讲你讲，这西洋的啥物？搭一个城门，较共款，较变讲你讲一个城咧吼。哦，用话起。有啦，阮头拄啊，阮王老师伊有讲啦，阮嘉兰老师伊有讲，伊讲吼，这个是有穿衫的啦，啊，这个是无穿衫的啦吼，啊，有穿衫的是过去，啊，即马现在就是拢无穿衫的。这是现在啦。现在，啊，阮就是无缘啦，拢看到伊无穿衫的这个部分啦，算讲吼嘛是有一个历史的这个分界啦吼。因为迄阵国三国小，这日本时代，我毕业的是公司的写一个讲啊，我。打一部分爱偌济人爱出来咯，啊就先说就是照你的成绩甲你配，是啊上好的是配事务所，是第二就是这这个，是甲这铁工场，是第三就是矿内，啊我就是派这个第二个，是这个俩，迄个金瓜石工人差不多9000个，8000外个9000个，其中选50个，是选50个来其中来计是。日本人1/3，本省人1/3，是，就是放工码头，早时啊上班，下昼时啊上课，是，下午时啊搁上课，是，上了3年。哦，头拄阿公你讲着讲内面你有9000外人哦，金龟石迄个时阵大概有偌济人口啊？哦，人口照这个户籍科，讲起来是1万通嘅。1万通嘅，有9000外人，但是呢，流动户口的人真济，无户籍的人，是可能算起来无得有3万个。3万个？差不多有3万。哦，算讲这个固定的人是这个人数，但是流动的人，就可比其他是我做沙巴工啊，我过来外口啊做就爱个流动来流去安尼，这流动真大啊！这是有影半世纪进前的代志现今遮金龟石村偌济人？现主是我即马所知影，伊有户口超1000通的。1000通的，伊拄则讲差不多有万外。万外的毋过即马正经伫遐生活的人，将近差不多500个人。是哦，变做是迄个流动的人较侪咯。变安尼，因为足侪拢出外去趁食。即马讲到阮老爸吼，阮老爸伊19岁吼，伊就入矿啊。伊专门做工来，是因为一个代志，因为我有一个阿叔，伊减阮老爸3岁，伊伫30通岁时阵，因为做工来就是杀开死，是哦，就是讲入工来，今仔好人入去，透早入去，中昼就讲出来，是这个代志算讲来甲阮爸你做工来，伊当然你讲这个代志，我就感觉讲，哦。做矿工的人是用性命甲伊搏，是。我像细汉迄个感觉就是安尼。搁一个代志就是讲，我咧6岁的时阵，我老母拄出一场车祸来过身。阮老爸
为了这个家庭，伊变讲也爱来也爱外。我6岁我还未去读册，我就顾厝。顾厝即摆吼，到下昼差2点外，是开始三阮老爸要4点要下班啊。我心肝来直搏跳，我想讲今仔若老爸形影我看到，我心就安定。所以我迄阵阵拢按我迄阵阵住迄个金龟石较住我山边，我拢用行路行到迄个坑内。阮老爸迄阵阵伫5坑伫挖矿，互伫白土啊。我拢差不多3点按阮兜开始行。毋过我行到迄个5坑的时阵，阮拢无拄到阮老爸，我总按坑口等阮爸爸。阮差不多3点外，还未4点的时阵，迄个拖车就出来啊。你头前拢载土啊，后壁载人。是。中迄个阮老爸。是。当阮老爸身躯拢洗好，摆啊换好，弄摆啊较早拢弄摆身躯洗好。头仔你哪伫遮伫等？讲阿爸，我就爱耍，我就爱行。伊知影我伫想要等伊。是。伊怎啊人牵了，怎啊行转去买一寡物件。柑仔较爱食柑仔，买一只柑仔，然后牵我转。这是我对阮老爸从细汉，我就感觉讲做矿工真危险。是。因为咱厝边头尾就拢有足侪遮个老矿，算讲矿工，拢差不多50岁就拢转去啊。迄个阴影一离我迄个头壳内底。咱经过少人话咧讲安怎着，讲未死先代。未死先代。未死先代。有影。当时入去，当时要发生，但是唔知，所以讲未死先代。你已经未死啊，就是空来。先都计空来，就敢像抬起来，迄个感觉。真危险的工课就对啦。搁再讲，你若要趁这钱，爱治一款啥物病？治一款叫做鸭头香。鸭头香是什么？鸭头香，迄样子拍鸭头，叫做炸工机啦，拍空的啦。拍空有石虎啊。石虎出来，咱实际上是无不是。无口暗，无喙暗，喙暗。这入去拢会走到鼻孔入去。尤其是咱金龟石甲高云啊，这个拍鸭头的人较会着伤。是。搁再着的是拢较重，因为啊内底有氮气，迄氮气入去肺去，迄入去这个肺，这搭就爱热气，爱打气。所以讲，咱经过这个矿工实在是真危险。因为就刚刚你讲，阿伯讲，已经带到志愿病啊，喘气真艰苦，其实就是在家休养啊。迄阵因查某囝也甲伊讲，甲伊问，迄阵你开讲，甲伊问讲，阿爸，你明明知这佚头袂使做，你哪要做？阮姑丈就甲讲，你讲查某囝，我无咧矿山，我无做矿工，我是要做啥？其实吼，即句话，因咧爸仔囝之间的这种对谈吼，对我来讲，我影响足大，因为咱外围的人地了，咱感觉讲要找头路，就是讲有性命危险，咱无可能去做。免考虑，不过这个矿山人，这矿工有性命危险，嘛免考虑，一定要去做。明记知影，还搁去做。对，这是矿山人，我莫讲悲哀，这是种伊的宿命啊吼。就感觉讲，人是金牛，你坐咧食，咱是为金你拼性命，迄种感觉。看是青春少年兄，煞像老牛咧拖老命，这是我对矿工接触到矿工，这个老矿工，这个矿工应用的一种很深层的那种感受。这矿工的生活，变讲是每日会当算讲，逐工拢咧生理，唔知影讲迄个识别是当时会出现。你较今仔日早起是生理，头仔你就识别啦。当然拢捡到。当然拢捡到，所以讲这个感受吼是一般人无法度去体会嘛，无法度去感受的啦。主要是讲他拄啊讲，伊就因。阿姐真少年，30几岁，就因为矿入坑出代志，过身过往。阿进真辛苦，迄阵伊安怎呢？伊早拄啊好有囝，是到拄啊满月尔，翁就无去啊。所以所有的家庭的重担，矿工真对矿山来讲真重要。毋过矿山的这个女性搁较重要，因为这个重担一放落就是落在伊的身躯的。迄阵我甲阿进开讲的时阵，阿进讲。我迄阵当时一个人爱带4个囡仔，搁一个幼婴拄啊好满月尔，厝的剩50斤米，伊就爱去为这个家花起来，伊爱去做小工，爱去爬地水塘，为着要接一粒石头，就爱去引头路，就爱去摸，跟人比赛走摸，看偌重的迄个土包啊，那个沙包安尼。我听到其实我就感觉好开彩，我毋是迄个年代的矿山的媳妇，然后你就会感觉讲。这个女性就敢若咱山城，因为咱山城规山片拢全刮芒花，咱山城你下冬天啊，迄种
官帮你啊，徛起的迄种挣扎，毋过伊到哪伊嘛是爱徛在咧安抚即个家。我感觉矿山的女性嘛足伟大的。是，所以讲你就是以即个矿山的女性为题嘛，来做诗嘛。我有做一首诗叫做《矿山阿母寒芒花》。矿山阿母寒芒花，啊，你会当用这首来甲咱分享一下吧？哦，好，矿山阿母寒芒花，阮一直拢徛伫遮，徛伫金仔山的每一个山壁。虽然脚踏的土地坎坷又搁惊，但是阮毋惊。寒冷的东北风扫过阮的脚趾片，霜冻的雨水压到阮的头无法度担，但是阮毋惊。阮用性命证明真情，用艰辛为你守候，相信寒冬一定会过。希望的种子为你发芽，矿山阿母寒芒花。希望的种子随风飞，对这边山飞过迄边溪，勇敢生团立天地。阿公啊，阿公，我看这吼，即马拢安尼乌乌吼，啊拢无电火对无？以早内面是毋是足光的对无？内底真贵。偌光，差不多偌光。迄内底敢是150，拢100席以上，150席的。吼。电火，照起来规度。哦。对外口看好，规度较真强安尼啦。咱今年中秋节去做迄个电火吼，无够关。无够关。规度无够。哦。光亮无够，光亮无够。是。那伊较早伊150席3照起来，好看真关安尼是啊。是吼。迄个无共款。哦。啊，我感觉咱30年了后，即个地方搁通搁一个改变。加一个契机。是。互咱即个金龟石甲水帘洞即个地方的人，住喺遐的人，感觉讲再生。是。嘿。啊，即个是一个机会啦，吼。当然，我是希望讲即个，甲即个咱即个建筑物，较早迄个风华的年代，佫会发光起来。嘿，发光，吹月光安尼吼。所以讲啊，这就是俗语伫咧讲吼，金是土地公仔钱，但是吼有福气的人就得得着，所以嘛是讲吼，做金仔人，土地公无惊人无米。但是咱台湾挖矿啊、炼金的这个时代，虽然讲已经过去啊，但是这炼厂啊、13站的这个建筑嘛，随着这个时间慢慢衰微，慢慢的消失去。但是伊的故事，就敢若亲像咱即摆的点点同款，会永远继续伫咱的心肝头来闪闪烁烁。希望讲伊会当为咱台湾发更较侪光、更较亮的光。类似的故事呢，咱报道歌仔町会继续来为大家介绍。咱报道歌仔町用俗语甲故事来甲乡亲博感情。后礼拜，请唔通袂记你继续收看咱报道歌仔町。感谢来宾，感谢恁。有闲的时阵吼，咱就加来去遐看卖。有当时点钟银行敢若点迄个时阵，咱逐工都来点。咱若点个亮起来。有影嘛吼，我真亮，我真见我讲。